順德大良花市。今年嘅花街位於我哋大良志谷公園，由2月7號開始，連辦10日，一共有8大區域，500幾個商家打造咗一個集合賞花、購物、娛樂、美食於一體嘅新春盛會。我哋漁村都帶住我哋今年上新嘅年貨嚟到咗現場。今日嚟行花街，肯定要帶一個超級識花嘅漁村嘅花藝大師，就係我哋雲姐啦。同埋帶識一個唔係點識花嘅我嘅小助理。Hello。我哋而家咧嚟到大良花街嘅入口啦，我哋就會見到一個超大嘅牌坊，佢係用咗走馬燈嘅概念，寓意咧承前啟後同埋繼往開來嘅。正對住牌坊嘅左手邊就係我哋嘅蓮花街啦。雲姐嘅主場，雲姐。雲姐，果然雲姐一見到花行得比我仲快。雲姐係我哋過年屋企點樣揀蝴蝶蘭？第一唔燒花，第二花又夠大嘅，睇下佢哋幾多個冧，有幾多朵花。帶6隻嘅就會好睇啲，有生氣啲。我哋再睇睇。冇。看一下美女儿，大地方來的大美女兒。牡丹菊啊！哦，在馬來西亞進口來的，使用的是活體染色技術，到我們國內暫時做不到。新春對比。好，幾錢一支啊？800，好意頭。買一支。多謝老細，大唔大關？好，邊支？你嚟揀。好。好似孔雀咁樣開屏。啊，孔雀開屏。紅大紙啊！仲有嘢送嗎？唔好同其他人講，你關注我哋啊，我哋都有嘢送嘅，送謝先賣俾你。漁村手信。咁行到啱啱嗰度咧，蓮花區咧就差唔多行完啦。順德人咧唔單止過年先會買蓮花，其實我哋平時啊屋企咧都會經常插花啦、買花嚟擺啦。所以我哋順德人啦，除咗有務實嘅一面啦、美食嘅一面啦，我哋都有非常精緻、非常浪漫嘅一面嘅。其實我哋花街咧唔單止有花，仲有非常多好食好玩嘅嘢嘅。這裡是文創區，即係好多小物品。嗰度仲有個黐線嘅，懟給你，去嗎 ？Go go go！新年快樂，發財！哎，剛剛感覺大人比較多，到這裡明顯小孩子就多起來了。今天一局就要把這些球打關。神槍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直接就掃下了30多個。北葵係大灣區最大嘅花市，而家5點都未夠，已經人山人海了。馬上發現我們順德漁村，現在我們攤位外面非常多人，每個人都過來拍拍馬屁打卡，拍拍馬屁，馬到成功。你看，雲姐已經自動上線了。非常熱鬧，大家嚟到我哋嘅攤位就可以免費試食，然之後咧消費仲可以抽籤抽大獎，買滿108仲可以抽我哋嘅刮刮樂，最大獎係我哋嘅盆菜。咦，好唔好食啊？好啊，好食啊，好食啲嘛。哦，多謝支持，數碼關注有免費小禮品贈送，明姐新年禮。多謝支持，多謝支持，試過好食再過嚟買。咁行花街咧已經唔單止係一個過年嘅習俗啦，佢更加係可以提升經濟啦，同埋打造城市 IP 好好嘅一項活動。同時咧，亦都係我哋順德人對美好生活嘅一個願景嘅向往。行花街行嘅係喜慶同埋團圓。新年就快到啦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馬到功成。